来关心2024总统的选战，民进党赖清德甲萧美琴昨昏成立全国竞选总部，是写真侪外国媒体去采访，针对赖清德攻击国民党，讲因伤过挖靠中国。侯友宜强调讲，希望两岸经济会当做伙发展。也若民进党郭文哲是去立委南北合作的台中，替蔡壁如徛台。赖清德，梦帅，萧美琴，梦帅。外港府也升级，民进党将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全国竞选总部初三正式成立，包含总统蔡英文这党公职全部到场，展现大团结气势。大选气氛也吸引欧洲15国媒体组团来台湾观选。赖清德批评对手国民党侯友宜甲民进党郭文哲计图挖靠中国，是在行回旧路。我们的对手都共同喊出重启服贸，他们一个接受9·2共识，一个高喊两岸一家亲，他们都想要让台湾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。民进党现在不是还在恶法的路吗？而且对恶法的依赖度也没有减少啊。侯友宜没有走回头路啊。侯友宜就是继续走，让两岸经济大家都能够更好嘛。侯友宜甲赖清德互相批评，另外外团竞选的经费无够，经费无款状况无好。侯友宜坦白讲，在野党较辛苦，希望基层继续支持，已经选小物件来无款，拼完17场各地造势。也若民进党郭文哲是到台中，由党籍立委参选人蔡壁如的选情。这次应该是20几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国会3党不够半，我也觉得这样目前整个台湾的政治非蓝即绿，这个还是要打破不然的话，它永远在两极对抗的轨道。由国民党伫台中第一选区无提名立委，所以这区正侪立委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的示范区，有作为国民党民意代表到场助阵。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更加是台中市长罗秀燕。不过，伫国民党党旗红线之下，众人伫郭文哲到位进前全部退场，出现共场无共台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